台北为我心内合唱团将伫2礼拜六伫国家音乐堂用记到冇伴奏分上豆谱合唱嘅方式，用法国会、合会来到冇腔中嘅音乐，丰富嘅音乐，带来一场法国式腔调感嘅音乐图像，为土人堂主对音乐深入当中环游世界。 简单无伴奏，用吉冲上谱，亮亮的歌声，唱出法国作曲家德布西的查理德往日良三首雄雄。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用法国化营运的体现，在短短的一时间内，展现出上面有很多无可用的变化。会用歌声穿越时间、穿越空间，带来一场19世纪的印象派音乐盛宴。出发点发想其实是以图画。 就是画面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些作品，像是法文的作品跟其他作品，每一幅都是像印象派的图画这样子。从这个出发点来看，所以我们就找了很多有给听众会有这样子意象的。合法发现的声韵同法国化腔样很丰富，也被演出每堂一到3条客家歌曲。 但因自费嘅古乐创系闽南客人，所以伊对客家歌曲嘅咬字发音、歌词一准，运用嘅同合唱技巧结合。每位同团员清楚嘅讲出，运用嘅唱将合符诗模做客家语词嘅意思，又有音乐嘅美感。书架后面做过嘅蓝沙，那是一个长音，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请他们把那个啊的音稍微延长久一点点，然后再收到不要蓝沙用一个长音再延长，这样子那个音色会不好听。可是如果完全不收到，做过蓝沙到最后再收，又会出不来那个字的韵味。我觉得是那个音乐的，就是呈现方式不太一样，客语歌会比较内敛的感觉。 我个人觉得还蛮梦幻的，就是它会有一种氛围，让我觉得很特别，就是跟以往接触到的歌曲就比较少。条一摆用混上西谱合唱，又强又悠悠的唱出法术下。 还用人声按丰富的层次，营造出法对苏米红白白蝶的意象。伫按后堂的歌声度，堂的到一步台湾音像化；伫按感通人的歌声度，来享受浪漫多彩的热天安舞曲。下个新闻，潘开雄、陈欣怡特别报道。